这不只是一场比赛，这是一个能够用美食画出幸福味道的舞台。我们需要的是你对生活美学的热爱，能够把做菜当作谈恋爱。你可能看过了很多国际电视台所办过的一些烹饪比赛，但是我们节目绝对是充满人性，去把华人在几百年的历史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新的混搭。马来西亚是一个国际城市，我虽然来自于台湾，阿姆多马西后更郎，可是我在长期的观察，在新的领域，他们怎么样去把异乡当作故乡的一种情怀所演变出来的一种美味关系，呈现出马来西亚福建菜的底蕴，还有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生命的元素。欢喜厨神12月20号，暝时8点半，盛大开锣。